思念裏的白羊女孩，作者米奧。津魚女孩。呢度嘅津魚只可以留喺呢度。南半球紐西蘭南島海庫拉嘅盡頭係著名嘅海獅角，翻滾連連嘅海浪，斷石分金，削出岸邊一個陡峭嘅高崖。崖下嚟咗一車又一車嘅遊客，紛紛用望遠鏡朝海中心凸起嘅岩石柱望去。海獅們冇令遠道而來嘅人失望，聚喺小小嘅舞台上擺出各種姿態。我獨自走上崖頂，揾到女孩。本來平躺喺草地上嘅女孩，一個翻身坐咗起身，雙手拔起幾束亂草，一邊用力灑向半空，一邊大叫：我係津魚，我係津魚。為咗拍攝電視特輯，我跟隨攝製隊嚟到呢片南半球嘅陸地已經有半個月。由北島嘅現代都會地熱噴泉，到南島嘅溫帶森林花園城市，女孩一直擔當一個稱職嘅向導。佢身材瘦削，長髮將面容蓋住大半，只有頭往後仰嘅時候，先至可以睇到底下嗰雙同瘋癲性格不相配嘅憂鬱眼睛。整天工作之後，我哋喺一間中國人開嘅餐館食晚飯。熱情嘅同胞，他鄉遇故知，非常好客盛情。飯後大伙兒搭車返酒店，我則想散步返去。女孩堅持話要保護我。夜深，羅多魯亞嘅長街好寧靜，沿街兩邊嘅房屋好矮，顯得漆黑嘅天空特別廣闊。行路真係冇意思，嚟啦，我哋鬥快跑返去。女孩大叫一聲，唔等我回應，拉起我隻手就跑，齊整咁泊喺路旁嘅車喺我哋身邊不斷後退。毫無顧忌咁喺街頭狂奔，原來有種講唔出嘅痛快。返到酒店，房間嘅木構露台好舒服，我哋大啖大啖咁呼吸住冰涼嘅空氣。喺普尼利斯池上，月亮升起，雖比唔上故鄉嘅明亮，卻剛好眷顧住一雙異鄉客人。女孩抬頭望住月亮，問我：掛唔掛住香港？掛，差不多要返去啦。我凝望女孩罕有露出嘅側面，問：你呢？留喺呢度都整整2年啦，一個人喺異鄉咁悶，不如跟我哋一齊返香港啦。女孩子忽然問：土波湖嘅津魚記唔記得？記得，釣咗上嚟嘅津魚唔准帶走，除非食咗落肚。呢條規則真係難理解。我笑住咁下結論。不過起碼俾人嘅心事意明。呢度嘅津魚只可以留喺呢度。女孩子低下頭，將輕易泄露秘密嘅眼神收起，唔再講嘢。最後一日嘅工作，因為西風太強，唔可以出海拍攝鯨魚擺尾，於是呢次旅程就喺海獅角完結。太陽散發嘅金光散佈喺廣闊海面上，我默默離開崖頂。海獅嘅傲叫聲，好似為我同女孩道別。鐵鳥飛越赤道，回歸北半球懷抱。喺飛機上，
英俊嘅外籍服務員向我示範一套紙牌小魔術，我一直含笑望住，就算睇得出破綻，依然裝作皺眉沉思，等佢表演完畢，然後假裝驚奇。最後佢留低呢副精緻嘅紙牌送俾我做禮物，得意洋洋咁走開。睇穿咗唔一定要揭破，帶唔走嘅就由得佢留低，就讓兩個人繼續喺天南地北處互相想念。